日姊妹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3年5月24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99篇，列王记上卷第8章54节到65节，约翰福音第3章31节到36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只有上帝。圣经甲咱讲，只有一位上帝，只有一个拯救。但这个拯救呢，是对天顶来的。这是基督信仰内底上重要的基础，独一真神，唯一的上帝。第10届的第1甲第2届讲，除了我以外，你袂当有别个神。袂当为着家己雕刻偶像，也毋通做啥物形象，亲像伫天顶地下甲地上甲地下水中的百项物，毋通跪拜这个像，也毋通侍奉伊，因为我耶和华是你的上帝，是万度的上帝。缘分我的，我要对入伊的罪，对爸到囝到三四代。这是圣经提到着只有上帝，无别个拯救，也亲像马丁路德以及改革宗所主张的教义，只有基督的这个意思是同款的。只有上帝是咱的依靠。亲像大卫王伫细汉的时阵，伊咧面对非利士人歌利亚的时阵，伊对歌利亚所讲的话，圣经记载大卫回答：你来拍我是用刀枪，但是我拍你是奉上主万军统帅的名，伊就是你所藐视的以色列军队的上帝。今仔日，上主要将你交伫我的手中，我要将你拍败，斩你的头。我要将非利士兵的这个尸体等互飞鸟野兽来食。安尼，普天下就知以色列有一位上帝。这样每一个人也拢知，上主无需要用刀、用枪来拯救伊的子民，伊小台无有无赢，伊要将恁交伫阮的手中。这记载伫撒母耳上卷17章45节到47节。安尼信仰，安尼信心，应该是所有以色列人拢应该有的。安尼信仰态度，应该是这个所罗王上欠缺的，所以伊才会叫上帝甲伊将这个王位顶权来甲拔掉。圣经安尼记载，所罗门王最后的祈祷词。所罗门一直跪伫祭坛头前，举起双手祈祷，伊向上主祈祷完了后就站起来，伊大声祈求上帝赐福予全体以色列会众。伊讲：俄罗上主伊实现伊的应允，赐平安予伊的子民。伊持守伊借着伊的仆人摩西所做一切宽厚的这个应允。愿上主，阮的上帝甲阮同在，亲像伊甲阮的祖先同在一样。愿伊永远无离开阮，无弃绝阮。愿伊予阮的心归顺伊。互阮会通对头到尾照伊的旨意来生活，遵守伊吩咐咱祖先的法律诫命。愿上主咱的上帝永远记得这个祈祷甲我对伊的祈求。
愿依照以色列人民甲因的王每一天的需要来怜悯因。安尼，世界上万国拢会知，只有上主是上帝，无有别个。愿恁大家就是上帝的子民，永远对上帝，咱的上帝来忠实，遵趁伊所有的法律诫命，亲像今仔日一样。这位去互当代譬如做上有智慧的所罗门王，就安尼祈祷，伊讲安尼，世界万国拢会知，只有上主是上帝，无有别个。既然是安尼，基督徒就应该无有其他的祈求，也是通好倚靠的啊。耶稣基督是上帝所差遣来世界上拯救世间人的人子，但是同时伊嘛是上帝本身。彼得的讲道的中间讲，无有别个拯救。约翰福音第3章嘛安尼讲，迄个对顶面来是超过万物，迄对地上来是属伫地。伊所讲的也是地上的事。迄个对天顶来超过万物，伊为着所看见、所听见的作证，但是无有人接受伊的见证。迄个接受伊见证的，证明上帝是信实。上帝所差遣的迄一位传讲上帝的话，因为上帝无限量将圣神赏赐予伊，爸亲爱的囝已经将万物交予伊的手中。信囝的有永远的活命，无信囝的就袂会有真的性命。而且上帝的处罚永远袂离开伊。约翰的神学非常早就确立着耶稣基督的神性，伊就是迄位圣囝耶稣，也是咱讲圣囝上帝。伊是赏赐救恩的上帝，并且为着家己的名来牺牲家己的性命，为着人来上十字架。这个救恩是为着要赏赐予以色列甲万民的，也亲像伫约翰福音第3章16节的经文所讲的，叫一切相信伊的人未得到灭亡，反得到永生。旧约所罗门王伊嘛安尼讲，所以安尼所罗门王甲全体以色列人民向上主来献祭，伊献上22000只牛，甲12只羊做平安祭。安尼王甲全体人民为着上主的圣殿举行奉献礼。迄一天，伊将园仔中间的空地，就是圣殿头前的广场，分别做圣。伫迄个所在献上烧化祭、素祭以及平安祭用的精神的油脂。所罗门安尼做，是因为当祭坛伤细，无够容纳遐尼济的祭物。所罗门甲全体以色列人民伫圣殿守这个大平安节，拢总7天。民众对远远的北方的哈马入口，甲南方的埃及边界
逐所在来参加。诗篇99篇，上主做王，万民摇摇喘，伊坐伫天西基路伯宝座顶，大地摇动。上主伫锡安做大，伊爱万民尊崇。愿因称赞伊伟大通行为的名，伊是至圣。有大权力的王啊，你喜爱正直，你建立公平，伫以色列施行正直公义，着尊崇上主咱的上帝，伫伊的脚踮的头前跪拜，伊是至圣。伫伊的祭司的中间有摩西甲亚伦，伫求叫伊的名的人中间有撒母耳。因求叫上主，伊有应答。伊伫云条的中间对因讲话，因遵守伊颁布的诫命甲规例。上主，阮的上帝啊，你有应答因。虽然你照因的所做甲因报应，犹旧你是赦免因的上帝，着尊崇上主咱的上帝，伫伊的圣山跪拜。上主咱的上帝至圣。恳求上帝帮助阮伫面对困境的时阵，犹原有安尼的信心，坚定的相信，专心的活过荣耀主的名。感谢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